長期食高鈉嘅食物會增加患上慢性疾病如高血壓、心血管疾病同中風嘅風險。鈉係鹽嘅成分之一，而食鹽係我哋從膳食中攝取鈉嘅其中一個主要來源。其他從膳食中攝取鈉嘅主要來源包括：一、含鈉嘅佐料同醬汁，如味精、豉油、蠔油、高湯粒；二、添加咗鹽或含鈉嘅罐頭食品同加工食品，如午餐肉、煙肉、香腸、火腿；三、燒味、滷味同經醃製嘅蔬菜，如叉燒、豉油雞、滷水雞翼、雪菜、梅菜。點樣可以幫子女喺日常飲食中減少攝取鈉？家長可以參考以下嘅減鹽錦囊。首先，要維持3低1高嘅飲食習慣，即係低油、低鹽、低糖同高膳食纖維。另外，揀多啲天然同低鈉嘅食材，如新鮮蔬菜、水果、肉類同蛋類。仲要減少使用高鈉食材、醬汁同芡汁。早餐方面，建議以天然食材為主，將高纖穀物類搭配適量嘅新鮮蔬菜同肉、魚、蛋同代替品去製作美味小鈉早餐，好似番茄碎蛋麥包三文治、時菜肉片蕎麥麵，咁就可以保持營養均衡啦。食材方面，減少食用含加工或醃製食品同高鈉調味料嘅食物，好似香腸包、豉油黃炒麵。至於午餐同晚餐，選擇食材時多揀選新鮮蔬果、天然香料入饌，如番茄、洋蔥、薑、蔥、蒜、胡椒。同時減少使用加工或醃製嘅食品，好似香腸、火腿、燒味、鹹蛋、梅菜、即食麵。煮餸同煲湯記得減少用鹽，同避免使用高鈉調味料，如味精、雞粉。出街食飯時，盡量唔好揀有高鈉醬汁或芡汁嘅菜式，好似豉汁、滷水汁、照燒汁。想食得健康啲就揀少汁嘅菜式，如蒸或焯嘅菜式。食粉麵飯嘅時候唔好撈汁，亦唔好額外加高鈉調味料。提提大家，子女喺學校食午餐，無論係自備午膳定係訂購午膳，都要謹記以上嘅小鹽飲食要訣啊。小食方面，多啲揀天然、新鮮嘅食品，好似烚番薯、焗薯、烚雞蛋、乾焗原味果仁。新鮮蔬果好似金筍仔、車厘茄、奇異果、蘋果、香蕉。避免食薯片、蝦餅、豬肉乾、零食紫菜呢啲高鈉嘅小食。飲品除咗清水外，低脂或脫脂牛奶、低糖或冇添加糖嘅高鈣豆奶都係健康嘅選擇。至於預先包裝小食，大家就記得要睇營養標籤同成分表，揀低鈉或鈉含量較低嘅食品。低鈉即每100克或毫升含不超過120毫克鈉。想令子女自小養成健康飲食習慣，學校、家長同午膳供應商嘅角色都好重要。我哋攜手合作，為子女喺屋企同校園營造有利小鹽嘅健康飲食環境。